家好，欢迎收看今日3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外交部长陈时中昨宣布讲，头一批 AZ 的预防车检验过关啊，后礼拜会当开始注射。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正式启动，秘鲁的总统嘛拍算伫28会来咱台湾访问。中国公布农林22条优惠措施，要向台湾企业入手。外界认为是想要吸收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甲人才。一开始来关心外交部长陈时中暂时宣布讲，头一批 AZ 的预防车检验过关啊，后礼拜就当开始注射。若后一批预防车当时会送到位，陈时中今日伫立法院坦白讲，伊嘛唔知。外交部长陈时中17暗时宣布，头一批 AZ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检验，确认这批疫苗会当使用。陈时中嘛讲，目前初步规划是后礼拜开始做。不过因为伊进前讲，头一批117000剂的疫苗会提供予117000个医术人员来做。不过最近佫改喙讲，这批疫苗会先确保予6万人做2剂，敢是因为 AZ 疫苗送到位的时间有变化？我们现在就是先确保这第一批人都可以达到2剂，但这个随时应该是滚动性的变动了哈。不过最后还是我相信第一批还是会达到10万以上。陈时中强调讲，是为着避免医术人员做头一档了后，做第二档的时间付无着，所以先保障通好完整做2档。不过后一批疫苗送到台湾的时程，陈时中讲也无清楚。不过已经签约的2000万剂的疫苗，过来会分配送到位。已经有签约的，对，是将近2000万剂。还没到嘛？对，那这个都到货都有一定的时程，现在也因为各个工厂、各个厂商的生产的能力的问题，对，所以也就是持续在调整这个供货的时间。下一波什么时候会进来？现在还不清楚。台湾甲别流互通旅游已经讲有定，过来虾米国家嘛会开放互通旅游，但是中是无讲。不过据新加坡的例，去年底解除台湾旅客入境限制的做法，会增加实施互通旅游的可能性。因为新加坡去年12月18号。就片面单方面的开放做我们嘛，我们这边有打疫苗，直接就进去就 free 的，所以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他们已经先这样做了那是不是能够也有一个相对等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大家都在研议中。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这届台湾别流互通旅游实施的情形，会加做后手甲其他的国家开放的依据。不过，要是爱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所以开放甲其他的国家互通旅游的代志，并无相关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8个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分别是对阿曼、菲律宾、埃及甲越南入境的。另外，针对咱要去参加东京奥运的选手，嘛就爱注意防下这个规划。卫生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雄头段2点有开记者会，来听详细的说明。8例的境外入的 COVID-19 的病例分别是阿曼、菲律宾、埃及跟越南入境有关这个奥运的选手，我目前在礼拜1的时候，我们就有去这个左营国家训练中心有跟他们做一个宣导所以只要我们这个AD 疫苗有开打，他们应该就可以就是依照他们的意愿来接受施打有关新加坡这边如果有相关的计划送到这个相关的部会，那也许可以再继续谈，但是指挥中心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计划。来咱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已经正式起过，秘鲁的总统嘛拍算伫28会来咱台湾访问，这嘛是疫情爆发以来，咱台湾头一摆有外国元首来访问。到时伊嘛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嘛会参加推广旅游的活动，希望替两国摒观光、深化友邦的关系。台湾别流互通旅游正式启动，别流总统惠恕仁28搭专机访问台湾。这毋若是惠恕仁上任以来头一届出国访问，嘛是疫情爆发了后，台湾头一届接待外国的元首。惠恕仁17嘛伫别流召开记者会，强调对开放台湾别流互通旅游真有信心。And now they have confidence in our system, and they know that we are truly COVID-free. And I think we now believe that they're truly COVID safe. We all have the confidence. 惠恕仁28到台湾，按算伫遮点5天的时间，4月7日会甲互通旅游头一个出团去别流的飞行机同齐转去。访问台湾的期间，除了参加推广旅游的活动，嘛按算第30拜会总统蔡英文。外交部表示，希望台湾别流的互通旅游会当中进两国的观光，深化友邦的情谊。
台湾防疫的表现受到肯定。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孟南德兹、甲军委会议员尹霍夫17提出要求国务卿制定策略，协助台湾重新构造 WHO 观察员的法案。众议院顶个月已经有提出同名的法案，嘛已经有超过60个议员联署。美国国会议员也不断透过提出法案、决议案、联名函等方式来为我声援。那对于美方的这些力挺，外交部表达感谢之意。最近，美国甲日本2+2会议发布联合声明，强调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交部嘛表示感谢，强调台湾会伫好的基础顶悬持续甲美国、日本，还有理念相似的国家持续合作，共同拍拼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苏花公路游览车家己弄山壁，造成6个人死亡。立委今仔日是质疑公路总局，讲游览车的安全管理机制有严重的欠点。嘛批评这间公司驾驶违规真侪摆，评鉴率使提假定，批评公路总局有失职。平凉通运公司游览车弄苏花公路山壁，造成6死39伤。立委点名公路总局行政态度，讲平凉公司旗下所有驾驶有超过2000遍的违规记录，评鉴算是假定。而且公路总局的网站顶头保险资料也错误。公路总局的游览车评鉴的成绩，详细的资料只跟他到105年。蝶恋花事件之后，公路总局也针对这个游览车评鉴的制度来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根据公路总局的资料显示目前所有的评鉴制度都停止更新在105年这个网站没有及时去更新，这是确实是我们的比较要去精进的部分啦那同仁是说这个是用手动改善去更改，所以比较慢交通部强调，前面年假就要到啊。公路总局已经发函予客运甲游览车业者，要求自主检查，针对前面的疏运，代替企业工会依然分会发动依法休假的活动。交通部表示，尊重员工表达意见，亦要求代替提早公布班表来营运，以免影响旅客权益。发动休假的宜兰分会理事长吴俊义继续向代替甲交通部发挥，讲即边前面休假是讲正经的。希望代替唔当无顾员工的权益，片面改变劳动条件。假如一个站1天都没有人的话，那车子怎么过？真的行家就知道就过不了嘛。他们还是认为说我们是玩假的，事实上我们是玩真的。团体协议里面有明明白白的记载，就是说2轮你立刻周休。我说并不是不能改，但是你7月到了，我们再谈再改。目前宜兰分会300多位会员已经有超过2/3联署，要求代替依照团协劳动条件，不应片面改变。注销员工的加班行动是变相减薪。根据了解，伫清明连续假期请假的员工，一天差不多20几，大部分拢是站务员。代替强调会全力沟通，希望会当降低对廉价疏运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昨昏中国国台办发布农林22条优惠措施，向咱台湾的企业入手。互外界是认为讲，因想要吸收咱台湾农业人才甲技术。会知影农委会是表示，若是技术甲品种同齐互炸去中国，等于是规划互放弃，这是咱系统性的损失。国台办发布上新回台农林22条措施，是回台也是咧立中咧。会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有执政党立委认为这是中国一贯的套路，冇委员一支中方的态度。最大的恐惧应该会在于，过去有许多的农民或者是渔民在中国被养套杀。你去断台湾的凤梨干嘛？你就进口台湾的农产品就好了啊，对不对？给你钱啊，给你钱，然后赶快上市啊。根据陆委会统计，中国为着要摕到台湾的农业技术甲经验，1997年以来，总共批准建立15个两华农业合作试验区，28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其中设立福建省6个创业园，总共引进台资将近12亿美金，年产值超过60亿人民币。但农委会委员提醒投资者应该好好评估风险。高端的兰花产业，对，或者是养殖渔业这个部分，对，结果一开始，当你整套技术被学走了以后，透过增资，把你的资金稀释到最后，技术学走了以后，就技术也没了，资金也没了，土地也。
下早农委会针对防范品种甲技术外流，到经委会进行报告。副主委陈俊志强调，面对中国技术过并无可怕，但技术甲品种做伙过去，造成系统性的流失，确实必须要重视。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国安局长陈明通今日嘛伫立法院表示，中国对咱台湾一直在做认知作战。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甲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展开会谈。陈明通是认为美国会针对台海议题清楚来表达美国的立场。台海局势紧张，中共积极对台采取认知作战，想要分化民心。进前宣布禁止南方往来进口。有媒体报道，农委会农粮署长吴中杰讲，中国无管咱是稳定市场，台湾的往来袂过销去中国，比这个是假消息。国安局长陈明通讲，这是认知作战的手法之一。整场会议的内容、录音档、本人的讲话都没有跑出这句说啊，我的往来不爱跟北中国啊，没有这个。接下来换中国那边就严正的驳斥啊、反应，然后最后我们这边就会有人说啊，农民无辜啊，不要意识形态治国。非常佩服委员的内行。国安局伫咧最近传出一份监听名单，监听对象唔但包括陈明通，也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前主席洪秀柱、前党主席徐步平、美国、日本、南韩驻台代表。陈明通强调，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台湾上大威胁是来自中共。就要强化内部的心防。因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甲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开2+2会谈，是毋是触及台海？陈明通认为，美国方面会表达立场，为清界线。你认为美国当然会表达立场，双方北京借由也会表达立场，双方借由今天的会谈，同时也在把彼此的红线画清楚。可以这么讲，但是他也会释放出一些必须合作的讯息。陈明通认为，中美双方可能伫咧气候变迁的议题放出合作的消息，针对中国提出农林22条措施，讲支持台资企业伫咧中国农业、林业领域的发展。陈明通认为无够实际。满天钻金条，被杀无半条。记者综合报道。选议秘书长林辉宏甲法务部的部长蔡清祥今日伫立法院针对招募钦这个案做专案报告。有司法人员甲好野人红无将无正当的接触甲往来，认为这支司法机关内控的机制灵气要求爱好好检讨。司法金案传出案外案，别讲审理人王无章甲司法检调人员不当往来，而司法院秘书长林辉宏甲法务部长蔡成祥18伫立法院备询时阵，互民进党立委批评司法机关后知后觉，防备甲通报机制拢失灵。检察官去吃饭，然后那么多，然后频率那么高，我们司法院系统里面不管政风或廉政，没有任何的一个察觉吗？如果说专就翁茂忠的部分，之前检举石木清的部分那个是非常之空泛。国民党的立委也讲，调查报告内面，无论司法官是收礼物，也是互人请，拢以5遍为标准，讲司法的清白袂有任何的污点。这个法务部甲司法部无守伫咧最高标准。大家的质疑是说，不是一次都不该去吃吗？为什么是5？是官官相护吗？委员提的说1次、2次、3次，如果他跟案件有关、跟他职务有关，1次都不应该。这是我觉得我们要求的最高标准。另外，经历这件风波的天界法院法官洪家彬，伫代志发生了随退休，也享有专业的退休金。不过突然间退休，也引起外界的质疑。对此，林辉宏是安尼讲：他完全跟任何个案无关。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你完全认定是不是？是。院长有召集了我们院长主持的，包括你是不是？我还有谁？我们的政风处的处长。大致上就是就你们3个人决定。这么因为王无章案对司法的形象伤害真大，司法局已经以证人的身份对王无章密访，也做行政调查。因那外界质疑对检调人员的内控无够，蔡成祥讲会全面检讨，重新调查的部分会赶紧完成。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属于行政院下面的国疆传出要改制。国疆的院长吴密察在去立法院，有立委问讲，到底要安怎改？伊是表示讲无排除任何可能，也搁咧讨论会去参考各国一流的博物馆来思考讲安怎改上好。
承载69万外件历史文物的故宫博物院，是台湾上有规模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属于行政院的立规机关。最近一直传出故宫可能改属文化部，成做3级机关的讲法。有人认为说改立文化部之后的这个位阶会太低，转型为行政法人这样的可能。像东京博物馆，现在也是转型独立的行政法人国家文化财下的博物馆。专业可以被尊重，然后量能可以发挥。只有中国大陆啊，直接直属在文化部之下。如果真的要这样，我认为应该要直属于总统府。必须设计一个又可以尊重专业，又可以让它发挥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必具原则。故宫院长高必策前往立法院备询，指出有委托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希望专案评估会当伫年底进行出来。重点是尊重专业，发挥力量，而且机关经费袂当减损。另外，院方也继续进行的文化所谓化，是立委关注的焦点。17年的情况下完成26%，那预计来说，如果要全部完成，大概需要64年的期间。那我们想请教说，这样的进度是可以接受的吗？书画类我们现在已经做到95%，那这一个器物类做到96%，书画跟器物可以做到100%。因为规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故宫办院营收大减8成。高必策表示，希望会当互整体参观的人数，等到也未疫情进前的本国籍旅客量，目标是一年74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天主教宗方济各17日参加公开活动的时，伊是表示，为着停止暴力，伊愿意跪伫缅甸的街头。这嘛，方想到前一阵啊，有一个修女跪伫缅甸军方的面头前，高声因离开的画面。这是一位民众伫厝内大门的碰镜孔翕到的情形，先听到庆声，有一位示威者就倒伫咧涂骹，另外一个人要甲伊救起来，不过看起来已经救袂大啊。缅甸当局扩大戒严，军警大规模镇压反政变的抗争。捌伫2017年访问缅甸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缅甸目前的情势感到悲伤。Dove tante persone, soprattutto giovani, stanno perdendo la vita per offrire speranza al loro paese. Anche io mi inginocchio sulle strade del Myanmar e dico cessi la violenza. Anche io stendo le mie braccia e dico prevalga il dialogo. Il sangue non risolve niente. Prevalga il dialogo. 教宗这番话，让人想到2-3礼拜前。伫缅甸警方面前2边跪落的修女女童，伊当阵双手空空的女童跪伫咧涂骹，向全副武装的警察讲愿意用家己的性命交换，要求警察放过示威者。这段画面引起国际社会震撼。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个做唐录的专题报道，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自2月初的政变到即马，已经有202人死亡，2181人被逮捕或者是起诉。昨日伫咧强讲，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枪，大家先走，不过尾伊个偷偷啊转来，即便转来是有传好势，因正罕见的向军警部队弹汽油弹，一个人虽然离部队正远，又还用胶片啊攻击。迄个强讲甲西北部甚至凯莱当局，甲示威者伫咧历史设立路洞放回收。公司新闻吴文宁编辑。镜头来美国，来关心美国亚特兰大有3间掠人的沙龙发生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1个人受伤。受害者拢是亚裔人士较侪。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凶手对亚裔美国人下手。针对美国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有资深的律师即摆是表示讲，要透过教育才有才调解决这个问题。We need to hide right now. That's why. Is it a male or female? They have a gun, but it's not real gun. 16暗时伫亚特兰大3间亚裔掠人店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其中有6个亚裔女性受害，当中包括4个汉裔女性。不过21岁白人的男性朗恩，被逮捕了后讲，伊犯案的动机甲种族歧视无关系。伊讲伊家己因为性需求真悬，才会请在去掠人店交关，怎安尼聊落去？朗恩目前已经被指控8项谋杀的罪名。美国总统拜登谴责这种对亚裔美国人暴力的犯罪。Whatever the motivation here, I know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in
very very concerned because, as you know, I've been speaking about the brutality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for the last couple months, and I think it is very, very troublesome. 副总统贺锦丽嘛对伫枪击案当中受伤甲死亡的人，还有因的家属表示哀悼。民主党籍纽约市长参选人嘛是华裔企业家杨安德，呼吁大家都要停止怨愤，因为爱的美国人嘛是美国人。I grew up Asian American in New York, and I was always accustomed to a certain level of bullying, of racism, but it took a form of mockery, of invisibility, of disdain, but that has metastasized into something far darker. 过去一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致使美国出现受困的心情，甚至攻击亚裔族群的问题大大增加。资深的律师认为讲，都要透过教育了解亚裔、非裔，还有拉丁裔美国人的历史甲文化，才是化解种族主义的根本的方式。It's basically a failure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with white supremacy underneath of it that goes back historically hundreds of years and continues in our institutions. So we need to dismantle this not only in dealing with voting, but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因为这个枪击案，纽约警察局已经加强巡逻，市区内底一寡亚裔社区，嘛希望这种遗憾的代志莫阁发生。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那巴西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失控下，是全世界目前第2严重的。3月16日有超过2800个人破病死亡，创下新高。当地医疗体系已经强要支持袂了，病院的加护病房拢客满。因的总统洪培平防疫拢无保，支持度大落。疫情爆发了后，巴西已经换4个卫生部长啊，不过疫情也是压袂落来。巴西疫情国有警报16日新增2841人得病死亡，创下疫情以来新高。过去7天平均每天1965人得病死亡，累计死亡人数更加是突破28万人。其中圣保罗州疫情严重，单日679人死亡，相当每2分钟都有1个人死亡。Several areas of Brazil are witnessing record high infections, and hospital beds are nearly at capacity across more than half of Brazilian states. 疫情相关地下医疗能量，全国病床容量接近极限。英国 BBC 报道，巴西全国27州有25州的病房空间已经达到80%满，也是更加悬。部分地区的加护病房甚至完全无空的病床会当用。O que nós estamos vendo agora são pacientes chegando numa velocidade que nós não conseguimos dar conta. Porque, como a gente sempre soube, o tempo de permanência desses doentes é muito longo. E agora eles ficam nas UTIs e não há vagas para os que chegam. 防疫失控，副总统波索纳罗无满意度创下新高。圣保罗夜报上新的民调显示，大概54%民众认为伊处理疫情不当，洪培平防疫表现差。波索纳罗决定搁换卫生部长，由巴西心脏病学会主席奎加洛接任，加做任内第4回。奎加洛强调挂喙暗甲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呼吁民众唔通搁关注，也是开派对，唔通只靠政府来解决问题。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镜头等下过来关心水情案，为着对抗可汗，行政院今日提出2点控计划，强调要替水情到黄顶的所在找水源，要加强调度等一寡措施，希望大家会当增加16万吨水。嘛表示目前有在研究要扣用水上涨的费用。那耗水费的部分什么时候要来做？今天院长听取报告以后，基本上政策方向支持，要朝这个方向来做。但各位知道，这是水利刚刚讲的，它是在水利法84条之一底下一个授权执法。这个授权执法还要容待水利署这边把他们相关咨询的意见做了整理以后，还要法规预告，还要什么时候来施行，这个还一段时间。所以院长对时间的部分尊重水利署的专业。针对扣用水上涨费用，水利署是强调讲会依照无共款的行业定出无共款的费率，嘛强调这条钱是针对用水的大户，甲一般的民生用水水钱拢无关系，所以一般的民众唔免烦恼。
考花即马愈来愈食力，因为拢无落雨，伫云林的乌山水库脱水量剩无5成，目前供水量逐工是20万吨，即马减到剩16万吨。呼吁乡亲，即马的用水正经爱欠啊用。小久无落雨，来到云林的雨山水库，会当看到乌白石头高界满水的线，因为近期水库无入水，雨水位一直落，和去年同期的满水位相比，水位降14.7公尺。因水情的严峻，目前雨山水库每日的供水量嘛减少。现在的水情灯号是黄灯哦，所以黄灯最主要是有减压供水状况，所以我们因应水情状况，所以从每天20万吨的供水减到16万吨。雨山水库管理中心表示，雨山水库的总蓄水量5080万吨，来供应全云林县、北嘉义和南中华的民生用水。单位3月7日开始，蓄水率原本57%，现在已经降到47.8%。文管处18号上午，嘛来到水库勘察用水的调度。虽然文湖山水库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中央水利署的一个核定现在目前到5月底大概是用水无虞了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在这个时候大家缺水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乡亲共同来发起这个省水节水。文管处表示，云林县目前民生用水虽然无欠缺，但目前县内1期水潮已经补潮达到9成，预估下一波农业用水的高峰是4月中旬，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早来应应，让轮管作业会当顺利。记者黄云林报道。来关心保护海草大的公道连叔叔，今日透早已经送去中选会，计共有703504分。发起公道的潘中正感谢至70多万台湾人，站出来阻挡不当的开发案，让这个公道案会当成案。真爱早教，真爱早教，联署达标。联署达标，超过70万份的真爱早教公道连叔叔款团一透早就用4台货车运送，佮再由志工一箱一箱送入中选会，希望借全民来公决大谈早教的未来。带头的潘中正感谢70万的台湾民众的认同联署，让因有机会以直接民权翻转不当的开发案。如果真的在8月28号公投过了之后，他们还是继续这样的继续要盖下去的话，我想他们的价值如果跟人民违背，这个我想最后还是人民在决定了，因为明年就有地方大选，再过几年总统大选也来了，那个时候真正的民意会展现。我想我们执政党应该还不至于这么的糊涂了。对执政党要加强论述正面应战早教公道，潘中正认为政府代表开发单位希望政策会当如期执行，安尼做并无意外，只是怀疑若是真相也被曝出来，就要提出对策来反制是判断错误。佮重申爱赶紧办理听证会，民众党嘛开记者会来回应。照公投法17条主文公告90天以前的资讯里面，要包括其中一条，就是要办至少5场的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上面的公开辩论。早教公道，互能源甲生态问题激烈对决，嘛互艺术敢要重新启动的问题再度引发议论。总统蔡英文在去出席活动的时阵强调，这不是选项。没有县市愿意承受核四或者核废料的风险。答案很明显，重启核四有安全、有费用、有时间上的代价要考虑，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核四重启不是选项。蔡英文指出，政府未来会加速落实能源转型，让台湾稳定供电，而且真安全。但面对早教甲三接的对决，如何解套挑战，各伫眼前。记者郭赞特别有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嘉义市有一个行善团，已经做几若档却一直拢无去立案。大个月善款会当收到2000万，即嘛是传出有4亿的钱，互摕去做私人的投资。嘉义检方昨发动侦办，负责人互移送法办。你拢去骗人啦！是安怎？就讲讨桥做咯，钱拢嘛歪去。你刚刚这附近，在外面厝地哩。居民无啥认同的这一善款的用途。嘉义市一个行善团传出负责人翁仔某涉嫌侵占善款4亿左右，捐款人知影消息了后，感觉非常的失望。当然会觉得夸张啊，因为那是善款，怎么可以公器私用呢？
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缴了。这个行善团成立已经足久啊，但拢无立案。负责人阿某对2002年开始负责行善团，接受会员的捐款，每个月善款收入大约有2000万。本来是用作造桥铺路等用途，但因煞将钱摕来做私人房地产的投资。家己检调甲社会处接到消息了，已经介入调查。私人是不可以从事切木的工作了，然后他们已经违反《公益切木条例》的相关的规定。然后另外又将那个切木来的善款然后挪为那个私人投资之用，所以这个部分那个检察官目前正在厘清当中。当初劝他们去立案，那是他们就是当初在分家的时候，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我们现在要厘清的是，他是不是有公开的劝募行为，然后再依照公益劝募条例去进行裁处。检方清查，负责人阿某总共收善款有9亿左右，清占大约4亿。目前阿某2人已经分别交保，其他的涉案人员伫获刑了后请回。专案会以违法抗谋、公益侵占甲背信罪嫌等方向调查厘清。记者陈焕武、面交馆林伟婷嘉义报道。南投仁爱乡武界坝去年9月13透早向下水，造成伫水尾落营的民众互大水冲去，4个人死亡。检方今日起诉东港伫水坝当地洗扫的员工，台电是表示尊重，嘛讲因内部会加强管理。南投仁爱武界坝去年9月13透早，2届向无正常家己开开排水，造成4个人死亡。检方调查这个案件，认为闸门的开开是因为指令的信号线过样。不过，迄当阵当伫咧值班洗扫的员工，伫控制室运作正常的情形之下，却无采取必要的措施，涉及刑法的过失致死罪。现场保存证据以及后续第三方鉴定都可以排除本案是遭外人恶意入侵以及误启开关键而开启，甚至有硬体设备损害。书信被告分别在刚才第1阶段、第2阶段都有应注意而未注意的疏失。检方调查发现，迄天闸门2届各样开开，不过这洗扫的员工是民众甲通报了后才发现有问题。虽然有用人工的方式甲闸门关起来，不过已经向排出超过19万立方公尺的水，有明显的疏失，而且迄天工作日志的记录煞毋是写安尼，所以嘛涉及业务登载不实罪。现场保全的证据以及客观的事实，以及人证都不一致，而认定有业务登载不实的罪行。检方依法向南投地方法院提起公诉，这2个罪上重会当判5年到3年不等的刑期。台电对起诉的内容表示尊重，对因管理的水库除了更新相关的线路，嘛会加强防灾通报的机制。对于设备的点检跟操作程序，事后都有做一些检查跟加强，避免这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那另外，我们在河床也有一些细胞广播系统台电表示，虽然目前当拄着靠岸欠水的时期，不过会当利用这个时间来清点相关的设备，增设细胞防灾广播机制，阻挡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从正月到今，空气品质拢无好，今日早起嘛是蒙蒙蒙，空气品质拢是导红色的警示较侪。民间团体会知影出来抗议，要求政府爱提出办法改善，毋是记载空气遮尔歹。透早起来，台南的街仔路是一片蒙雾，民众若是敏感族群，出门就爱报安安。台南市今年的空气品质严重恶化，为正月中旬开始到今已经有2个月，空气品质拢无好。18号顶报，除了台南北门7站以外，其他5个7站拢是着红灯警示。另外，嘉义1个、高雄6个7站也拢是着红灯。就觉得他们会对他们的气管就是身体方面会都觉得也不好。台南市空污防护自救会18号顶报召开记者会，除了要求政府要提出具体的改善计划，也替囡仔出声，要求做好儿童健康保护。那教育局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管控的这个机制，那这一些管控的机制的一个情形，还有这个稽查的这个情形，应该要对民众公告。让民众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所以我常常在门诊就看到喘得很严重的孩子，有健康体育的综合课，健康的这个课程应该至少要挪一个时间出来，对学生做教育。
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台南市的空污有7成来自境外甲风头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地形甲气象因素，地区境外甲风头所产生的空气污染物较累积。若市政府针对空气品质无好的日子，也拢有透过应变小组来减缓空气污染的影响。那当天如果清晨空品就已经不好，也会提出预警。针对学校的部分，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普遍设置所谓的绿围篱，可以让他们的空气能够做净化，各局处都有启动了相关的应变。那稽查的部分以力道而言，我们是比原来的非空品不良剂力道增加了2倍之多。环保局阁强调，去年台南市的 PM2.5 年均值的高度是18.3微克，甲前年22.2微克比较已经改善15%，也显示台南市的空气品质已经有真大的改善，未来也会继续检讨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当年正月到4月份是台东往来设计大出的时，年产量有12000多吨，9成是拢销去中国。也毋过这2-3档受中国的打压，一直有传出有阻碍。虽讲有成功销去日本甲加拿大，毋过就是一直无法度销去更较远的所在。也毋过即马农会已经找到改善冷冻的技术，明仔有10吨要销去杜拜。一艘的往来设客搬起货柜的，这批台湾的往来设客突破冰轨制冷冻的技术，头一届要载去6000多公里远的杜拜。台东是往来设客主要的产地，平均一年的产量有12000多吨，9成以上销去中国。不过这2-3年来，真正传出外销受到阻碍，农民希望会当拓展更较侪外销市场。不过冷链的技术还无到遐，一直无法度通好载去更较远的国家。今年台东的农会引进冷链的新技术，靠24点钟补充氮气。用电脑控制上色，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互往来设客伫货柜内底会当保持清澈，用海运的方式，通好外销去更较远的国家。那预计14天之后会到达杜拜哈。那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必须维持它的里面温湿度的一个平衡，以及里面空气的一个品质，就是里面的冲淡。除了克服运送水果保持清澈的技术，面对各国对水果严格药物检验、甲生物检验，台东县政府今年辅导产销班买 Complesa， 一台补助7000块，互农民会当甲往来设客顶悬的钙较糖混掉，提高果子的品质。的品质提高之后，不只销往单一市场，是希望能够卖到世界各地。农民真欢喜看到县府甲农会扩展市场的拍拼，不过货柜业者表示，新的冷冻设备可能会增加运输成本要1倍。农民希望未来会当降低运输的成本，安尼外销的管道才会当继续维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8月的时，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一只名号做南投的红狗选出去，长尾阿嬷伫温带动物的树林区放果子甲人啊，今日会知发现已经伫人仔底啊。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表示讲，人仔底果子已经互红狗食了啊，嘛赶紧甲伊送去做健康检查，看伊身体状况。兽医是表示讲，初步来判断伊的精神袂歹，只是有淡薄仔紧张，会先留落来观察看卖，后礼拜会安排规身躯的健康检查。花莲七星潭有一个卖椰子水的老大人，伊饲一只狗，因为前时阵嘛，伊的狗去咬着另外一只狗，所以去互迄只狗的狗主人甲这老大人的狗拍死，遮尔啊粗残，即嘛引起争议。今年58岁姓陈阿伯伫花莲七星潭卖椰子水已经几啊年，大家对伊的印象就是伊的边仔有一只叫做总裁狗仔，非常亲人。也毋过总裁已经互人活拍死，互阿伯真艰苦。我狗白去食，然后我去买便当，我就听到狗仔声在哀，就看到来迄人是占我的狗安尼。伊说是要甲我抽走，佫闹人嘛，要甲我拍。代志发生伫本个月初1，阿伯开总裁去买便当的时阵，将狗仔夹伫乌多摆上。这个时阵来一只无甲锁的长毛腊肠狗，去互总裁咬一喙。过程中，阿伯一直回死咧。也毋过腊肠狗的饲主也是将总裁活拍死，互真侪人看袂落去。你可以追究就是赔偿问题，可是你不能私下动用私刑去把一只狗活活打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行为。你自己是爱狗人士，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行为？附近熟悉总裁的团员拢表示，总裁天性情人，也毋过对狗仔有敬爱心。阿伯是弱势的独居老人，所以目前由爱护动物人士协助报案，希望有关单位会当以虐待动物的刑事法则来处罚。目前警方只会当以民事纠纷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新闻消息来关心，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审查军种骚扰的防治法，条约有提出15个版本，强调要量早介入，嘛定出警察机关会当发警告命令，也是法院会当发保护令。不过司法院是烦恼讲案件的量会伤济，而且什么叫做军种甲骚扰嘛是真歹定义。去年台南的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命案震惊各界，外界怎么伫咧说？军种骚扰防治法，民进党立委江永昌提出高定行为防治法草案，警察机关就要伫咧72点证据内核发警告命令，保护被害人。国民党团的版本规定，被害人申请禁制令，法院要伫咧24点证据内核发或者是驳回。不过司法院对此有疑虑，担心法院无法度负担大量的案件。在报案后，在一定时间也许是72小时。去判断能不能核发警告命令，杜绝行为人的纠缠行为。但是我知道警力也会增加负担了。内政部伫去年10月提出高电防治犯罪法草案，目前议员伫咧行政期审查，互立委批评进度伤慢，因为高电的行为类型真侪种。目前立法重点的问题是伫咧军种高电的形态无共款，无法度明确的定义。法务部认为反复时速的概念太过模糊，影响刑法的认定。那另外是否要以反复或持续为它的要件？这个在斟酌。因为假设一次或2次，它的跟踪骚扰行为是非常重大，是否要排除到本法这个适用？所谓的构成要件呢，我发现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副团是希望说第一时间就能够处理，第一时间。所以我刚刚可是我们这里呢，却说1年内再次反复持续对同一特定对象。我们的立法政策呢是及早介入，及时处理。目前条约总共提出的草案版本有15种，大部分拢强调及早介入的机制，也有对行为人的自由机制，也涉及性平教育。内政部表示，涉及到卫福部、教育部等跨部会讨论，议员伫咧收集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报道若感觉长长唔通认为讲忍者就过去啊，爱设置有可能是健康的警讯。高雄有一个女性长期感觉报道长长，伊食胃肠药啊嘛无效，去病院检查才发现是腰鞘息瘤。超音波机器帮民众检查，医生讲要检视着腹肚的器官，无靠超音波是真困难。亲像是高雄一名女性的上班族，长期腹肚拢真胀，本来敢若靠胃肠药来改善，但最近实在伤过无爽快。看医生才知影是脾中肿瘤，胃2公分大到4公分。我们就担心说，它是不是会有恶性的变化？有些就是由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恶性，那有些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恶性的东西。脾中肿瘤一般无感觉，有的人上过腹肚胀胀，所以互人会轻忽。胆囊结石它常见的东西的症状就是腹胀或是胃部不舒服，那可是有时候也会是比较严重的状况，比如说比较大的肝脏的肿块啊，或是胰脏那边出什么问题，它的表现也都是用腹胀或是腹部不舒服来表现而已。已经发生很久，然后但是他没有痛，所以还不知道，所以变成应该要就是每一年有健康检查。这种较袂疼的病，民众讲也是爱靠定期检查才会当发现。医生嘛提醒，若是腹肚胀的状况，长期拢共款，也是应该爱亲力来检查，避免有看袂到的隐形杀手来残害咱的健康。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台湾人，伊伫当地的大卖场去买一包新德米粉，买回去了后，所发现讲这包装顶头乃写中国台湾省，感觉怪怪。正港的新德米粉业者是赶紧出来赔回讲，这个留学生是买到仿的，伊是买到中国做的，食咱的名的假的新德米粉。拄炒起来的米粉看起来就真香，世界有名声的新德米粉，真侪人拢爱食。不过，即马在美国传出包装写中国台湾省新德市制作的山寨新德米粉，正港的新德米粉业者感觉实在真冤枉。它也没有电话，基本上很容易分辨的，就是说你客诉一定要有电话嘛，他也不敢写。不管我们任何产品，我们销到中国去的话，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写中国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字眼。实际来到米粉店，家顶悬几啊款米粉，又在人客境。
头家呼吁消费者要买进前一定要看清楚，制作的产地才袂去买到假。我们看这个 logo， 基本上就跟它那个橘色的带着 logo 不一样，它是画得很粗糙的，而我们的 logo 是比较精致一点的。其实仿冒就是这样啊，就是粗糙嘛。业者嘛讲，其实这款状况已经几啊冬啊，若是要拍看国官司，成本伤悬，所以因只好提醒消费者买米粉进前，目睭就要闭好金。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体大大车拼，咱来看中华职棒开始小战，传统的好戏两场大战，计22档，比全龙靠新人持续起，加上队友的配合，以4-0拍赢，摕到比全龙转来中职头一场的胜利。第一球就来到了152哦。味全龙的新人持续起，第一军第一遍登场就火球连发，球速一直冲超过150公里，搁再配变速球，第一局就和场地打者连3 K。结果这个变速球吊中了张志豪，打者回棒落空遭到3振。在1局的下半，徐若曦中华职棒第一场1军的初赛 ，KKK 连3 K。持续起连续赢3胜，交互兄弟。一记里就连续9个3胜创纪录。变速球收到了效果，张志豪回棒落空遭到3振。到第4局，场队游玩队无在调，搁摕2张老 K。这个变化球进来，周志齐没有出棒，被拉掉了。一路去解决的11位打者拢是3胜，这边就创新3.2局11 K 加新人第一战11 K 2项中职的纪录。味全的队友也予伊火力的支援，伊也未去哩投球进前就已经提分。吞雷拉抓第一球，打穿了游击防区。1局上半间，味全龙队友立刻有分数进账。要伫第3加第7局，味全龙搁再提分，要让场队一直和味全的投手防守。上尾啊，味全是以4-0完封中信兄弟，摕到回归中职的第一胜，也是队史让7819公了，再一次摕到胜利。记者综合报道。那 UBA 大专篮球联赛这个礼拜要进行总决赛，其中世新大学是正做头一间无体育系，也毋过男子、女子拢拍入决赛大学。也毋过世新大学成绩较好，是因为男子篮球队内底有3个外国球员，安尼敢有理？即嘛引起讨论。摕过12届全国大专冠军，世新大学啦啦队为拜六拜日要拍 UBA 总决赛男女篮球队来加油。拄来台湾3个月，篮球队新的球员奈及利亚学生伊波卡看甲真欢喜。Our main aim is to win the championship, not just the Final Four only, the championship. 伊波卡甲同款来自奈及利亚的丹尼尔·沙巴斯丁，加上8岁就甲爸母来台湾摕到身份证。塞内加尔的阿巴西是世新的黑豹军团，嘛是今年表现真好的主要原因。跟他们沟通，就跟本土的沟通几乎都差不多，没有差太多，就只是那个观念而已，还在那个磨合。世新去年第6名，这个汉年入去4强，总教练直接讲，外籍球员是关键的角色，但是比赛时阵也是会顾虑外籍甲本土球员比例。原则上还是希望有2个老外，3个本土，尽量就是说让外籍在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分配上面来讲，可以跟本土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比例。这也可以变成一种良性竞争，条件已经比别人差，但我们又不继续努力的话，我们就会被他们比下去。UBA 这几年因为外籍学生球员加入有新的冲击，嘛引起港爱增设相关条款的讨论。但是总教练甲球员讲，为好的方向来看，这嘛是学习的好机会。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屏东山地门伫摩尔国校啊，去年有着顶，摕到500万的经费。老师甲学生经过讨论，即马因决定要伫学校内底打造100年中华树的生态教育园区，要传承原住民的文化。甲水秀到细地农田顶面，表示教育传承。这是屏东县山地门乡的蒂摩尔国校，正式启用100年中华树生态教学园区。那这个樟树对蒂摩尔国小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我们日据时代的教育所开始，
它就已经在这一块教学园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以百年樟树为基地，透过我们生态科学。夫妇的智慧，然后植物多元植物的一个生态教学，让孩子们跟课程的一个连结，让我们的科学教育开始发展。蒂摩尔高校去年申请关注民生校园运动计划，摕到第1名，有500万的经费。经过讨论，决定来做生态教学园区。学生表示，希望会当学到更较侪家己的文化，也毋茫通定伫外口上课。希望可以学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那边有很多块农田，然后也希望可以在农田里面尝试种植许多我们的作物，然后并且把这些学到的应用在以后往后的生活上。我希望老师可以多带我们在这里，然后上文化课或是一些在外面会上的课。校长表示，将园区打造做教学生态池，配合自然科学各有关注民的文化。囡仔会当讲故乡的故事是上好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爱买当亲像口罩同款，会当欠嘛会当领。南投县的家庭教育中心伫国信乡举办爱的假金铺活动，结合学校鼓励学生囡仔用行动表达对厝内底人的爱。爱讲好听话，会使送卡片，嘛会使小揽。上重要的是爱甲爱讲出嘴。学校霸凌的事件常常伫咧发生。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甲学校合作，举办足侪活动。即摆用影片当作陪伴青少年学习，要安怎关怀身边的人。今天我们看了一个故事，叫做《你很特别》。它主要在说，不能随意乱贴标签，要和大家和平相处。活动用爱的假金铺当作主题，希望透过温暖行动，表达对厝里内底人的疼，提升父母甲囝儿的互动。把这个家庭教育带入我们社区，发展到邻里这样子，对这个偏乡的教育非常的贡献很大。为着要教育囡仔要安怎表达对亲人的疼，即工透过动画故事影片分享，互青少年了解生活内底简单的动作，都会当表达对亲人的感情。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中心的架构是说，希望孩子跟他周围、跟他的家人，跟他关心的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沟通，然后每一个人讲的话语都是能够储存很多的爱了。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表示，拢总有15个社区参与计划。有个今年要推出60场以上的活动，希望会当结合厝边头尾的力量，让青少年会当快乐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当年3月份是嘉义梅山的指定花季，这阵花是开甲水当当，嘛带动当地观光。嘉义县梅山的水里川，毋但是茶米的产区，嘛是出名的赏花圣地。逐当3月，水里的指定花开啊，都吸引真侪民众来吃。第一次来的，对，然后特别的这边的山特别的高，空气又好，又很美，这样子，非常的很喜欢。看了之后到这里心情又很好，对啊。你如果有人潮，大家来看瑞里地区这个茶产业，他如果住在民宿，我看每一个民宿业者都很有在推广我们茶这一区块，因为如果没有游客，其实你也没有人潮，你也不会带动茶产业。水里举办花季活动已经4、5档啊，每当这个季节，这的观光甲在地业者嘛对着指定花开花兴旺起来。在地业者表示，指定花的花季有3礼拜，刷来还有花金菇通看。我们民宿目前假日的客满，而且那个是延未到那个萤火虫季5、6月份都是客满的那个状况哈，是非常有帮助的。社区表示，今年初山顶较寒，佮加上无落雨，指定花开甲比旧年较济嘛较水。嘉义县文管局讲，配合指定花开花这段时间，嘛有一寡活动，希望会当吸引民众参与，增加水里地区的观光发展。记者林伟玲嘉义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下半部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